目前台美的关税正在谈判，有风声讲进口的美药可能唔免扣关税。农业部长陈俊贵昨天伫反映时表示讲，未发生这款代志。也毋过今仔早起有来自各地农民伫反映头前抗议，伊要求讲政府关税谈判都唔通牺牲产业甲民众食食的安全。为各地来农民选立赖总统就任周年，嘛就是农民运动37周年的520，来到立法院抗议。目前台美在进行关税谈判，一直有传言指出，美国米会零关税扣关，为台中丰原来的农民非常烦恼，农产品价少加，即马做农只是食的饱尔。种出来的菜换钱而已，根本比不到说那个就是物价。所以你是惊关税过来，你连生活的钱拢无。阮知耶，农民阮知耶。唔那烦恼台美关税谈判牺牲农业，毛农民不满，光电产业一直入侵农地，令生产的根本拢要消失啦。很多农地都被误用啊，种光电啊什么的啊，那破坏我们的土地啊。那破坏农民的权益啊！畜牧业伫关税谈判当中，是毋是会变成牺牲品呢？农民批评2021年为着要争取加入 CPTPP， 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，结果最近边境查到的是澳洲猪有来济，讲民进党政府一直骗。不只是陈其仲说过哈，只有美国来猪会进口。澳洲也来的，这政府逐工就是咧骗，人讲满白骗母啦，所以才强烈要求热情的政府大胆跟美国说 no， 阮做你的靠山，反川普，反阿爸。前一天伫立法院备询的农业部长陈俊贵，面对执政党立委关心谈判的状况，尤其是外团全面要开放进口米零关税入来。对此，陈俊贵表示，进口米关税未降到0，为着确保粮食安全，农业部会捍卫现有的制度。公司新闻林俊梅配合做台报报道。